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有無名小卒啦，又係我哋武肺救星嘅系列。今日嘅主題係復必泰 email 6個月報告。我今日所引用嘅文件唔會放喺 YouTube 嗰度，我淨係會放喺 Rumble 嗰個連結入邊。如果大家唔知道 email 係一個普通話嚟嘅 BNT162B2， 呢個就係德國 email 嗰隻嘅簡稱，呢個就係佢6個月嘅安全同效力報告。喺呢度你會發現有好多唔同嘅醫生同科學家一齊做呢個實驗，佢哋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，有美國、有英國、巴西、阿根廷、南非、土耳其同埋德國。不過最重要係個主席作者係 Judith Epsilon， 佢係屬於輝瑞公司嘅，所以絕對有利益衝突嘅。呢個就係報告結果 ，email 繼續係安全同埋耐受性良好，有幾個參與者有不良事件令到佢哋要退出。對抗武肺嘅 email 有效度係 91%， 經過咗6個月嘅跟進。如果分析唔同國家或者參與者嘅歲數、性別、種族、武肺風險 ，email 有效度係86至 100%。對於重病 email 有效度係 97%。對於南非有變種 email 有效度係 100%。結論：通過6個月嘅跟進，雖然 email 有效度逐漸減退，BNT162B2 有良好嘅安全性，同埋有非常有效咁防止武肺。我哋繼續睇下報告入邊嘅補充附錄。email 組有 21,926 個，其中有15個死亡；安慰組有 21,921 個，有14個死亡。咁即係代表打針死得多人過冇打針喎。雖然呢個係事實，但係喺4萬人之中有一個差別，唔係一個統計學上顯著嘅數字。點解會咁樣呢？我上次都有講過，呢個實驗係抽晒所有最健康嘅人去做測試嘅，而喺2萬人當中有15個死，呢個係喺正常死亡機率入邊。喺呢度列出咗所有死亡事件嘅死因。咁首先我哋就睇下武肺死有幾多人咯。打 email 嘅有1個中武肺死，冇打 email 嘅有2個中武肺死，呢個都係喺統計學上唔顯著嘅數字。而喺2萬人當中有2個中武肺死，呢個亦都係喺正常死亡機率入邊。如果計翻佢哋最中意計嘅 relative risk reduction 啦，你可以講話防止到 50% 人死，但係要打2萬個人先防止到1個人死，呢個係咪一個有效嘅防疫方法呢？另外睇下我 highlight 咗最後嘅3個死因，呢3樣都係同敗血病有關，亦即係喺血入邊有危險嘅微生物。打 email 死嘅有3個，冇打 email 嘅0個。另外上邊嗰5個係講關於心臟嘅死因，包括有心臟附近嘅動脈硬化、心肌硬塞同埋唔同類型嘅心臟病，加埋一齊打 email 嘅有9個，冇打 email 嘅有4個。所以你會睇到，雖然我哋防止到 50% 嘅武肺死亡率，但係我哋增加咗多過1倍嘅心臟相關死亡率，仲有多咗 100% 嘅敗血病。但係呢啲數字的確係一個統計學上唔顯著嘅數字，所以好難講呢啲心臟病同敗血病係同email 有關。但係好公正咁講， email 係冇能力減少死亡機率，因為呢啲都係喺統計學唔顯著嘅數字。咁我哋就睇下呢個報告點樣界定乜嘢係確診，乜嘢係嚴重嘅武肺個案。武肺病毒個案嘅定義就係出現1樣或以上以下嘅病徵，同埋喺有病徵期4日前或後有陽性檢測。等等先，我哋之前唔係講過話只要有陽性檢測就係中咗武肺咩？點解喺實驗入邊同現實係唔同嘅？仲有報告入邊冇提到 PCR 嘅 CT 值係幾多？咁樣有冇可能係假陽性呢？雖然有病徵機會係少啲，病徵包括發燒、咳逐漸增加、呼吸困難、發冷、肌肉痛、失去味覺或嗅覺、喉嚨痛、肚屙、嘔。如果新病徵出現喺4日之內嘅話咧，我哋會當佢同一個病嚟嘅。喺呢度有一個問題啊，呢個明明係一個實驗嚟噶嘛，呢班人唔應該有病徵先驗 PCR。我哋發現打咗針都有無病徵嘅傳播，佢哋應該定期都要驗 PCR， 唔單止要驗啊，仲要報告佢哋有幾多 CT 值啊，仲要驗埋佢哋嘅病毒量，有幾多病毒係可以複製啊。依家用咗一啲好主觀嘅病徵嚟去決定一個人驗唔驗 PCR， 變相就會質疑佢嘅可靠性。嚴重武肺確診係需要1樣或以上以下落嚟嘅病徵。休息時嘅臨床症狀表示嚴重嘅全身性疾病，即係包括有每分鐘呼吸多過30次，每分鐘心跳跳多過125次，氧氣飽和度少過室內嘅空氣 93%， 同埋動脈養分壓少過300 mmHg， 呼吸衰竭、震驚嘅證據，即係低血壓、急性嘅腎同肝或者神經功能障礙，入咗 ICU 或者死亡。
咁我哋就睇下啲數據先。我哋睇到 VE 即係 email 嘅有效度係 91.3%， 呢個係 relative risk reduction， 即係打 email 組中冇費對比翻冇打 email 嘅中冇費。如果計翻佢個 absolute risk reduction 啦，佢淨係可以減少到 3.6% 度咯，的確係有效嘅，但係 3.6% 真係冇咁口響咯。不過最奇怪嘅係呢度，每邊嘅數字減少咗差唔多900幾個，減少嘅數字就已經多過中冇費嘅數字。我會好奇佢會用咩方法篩選呢900幾人啊？之後佢分開咗有風險同冇風險，佢冇話到用邊啲方法嚟界定乜嘢係有風險。好似我哋上次講到高血壓同肥胖定係歲數呢，我哋唔知道。不過結果係一半一半，冇咩大分別。之後我哋睇下嚴重冇費個案有幾好先。喺呢度嘅 VE 係 96.7， VE 即係 email 有效度。你會睇到打咗 email 嘅係有1個，冇打 email 嘅有30個。雖然你睇到 96.7% 係真係好高，但係呢個係 relative risk reduction。如果你睇下右邊，我哋計翻佢個 absolute risk reduction 啦，佢好可憐地得 0.126%， 即係打咗2萬幾人當中減少咗 0.126% 嘅嚴重個案。但係嚴重個案嘅定義都幾廣闊下嘅，有啲驗到心跳過高，可能唞2日就冇事啦；有啲呼吸唔到要入 ICU， 究竟幾多需要入院，幾多需要入 ICU， 佢都冇講清楚。之後就係我哋最想睇嘅副作用啦。我諗如果你去考慮打唔打呢，你都會想知道有幾多人有副作用。email 組有6617個不良事件，即係大約30%到。安慰組有3000個，呢個係包括咗打完針之後有任何不良事件。之後佢哋用咗唔知咩方法嚟去界定乜嘢係相關，可能係打針短期內，呢度有5000個，2%到。對比翻冇打 email 嘅有1300個，正常其中有850個係中咗冇費。之後打咗 email 嚴重嘅有262個，冇打 email 嘅有150個。我相信其中30個就係中咗冇費。之後留意一下有生命危險同埋死亡嘅都係冇打 email 嘅多，但係呢啲都係個位數字。喺2萬人嚟講，個位數字係好容易俾機率影響嘅。但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需要諗，為咗防止800個人中冇費，我哋要犧牲4000個人打 email 不良事件；為咗減少30個冇費嚴重個案，要犧牲多100個打 email 嚴重個案。睇下你自己覺得值唔值得咯。呢度就係成個實驗嘅規劃圖。喺呢度嗰啲數字呢，同之前我哋睇開嗰啲有少少分別，但係呢啲數字我都可以喺原本嘅報告度揾到嘅。值得留意嘅數字係打完第一針減少咗一半人都中冇費，但係打 email 同冇打 email 各自有2個死亡。打完第2次 email 之後，有85個中冇費，冇打 email 924個中冇費，死亡人數14同13。之後就 open label， 即係代表會話俾佢聽佢哋打緊係 email 啊定係安慰劑。之後就俾啲打安慰劑嘅人呢去選擇打唔打 email。我相信大多數嘅人都會決定打 email。之後 email 組死多3個，安慰組打咗 email 嘅都死咗2個。基本上佢決定咁樣做呢，就令到大家冇可能知道長期副作用係點啊。因為打 email 組同安慰組都打晒 email， 咁我哋就做唔到一個對比。以下落嚟我就會做一個不負責任嘅估計，我點樣去理解啲 email 有效呢？首先你打完 email 之後呢，你就會病噶啦。當其時佢就唔會驗冇費嘅，佢就會話呢個係 email 正常嘅副作用。到你病完之後，你嘅抵抗力就會增加，去防止你短期內再病。到你打咗2針之後，好可能你已經病咗2次咯。有啲身體唔好嘅可能會病3次，中埋冇費添。但係如果你安慰劑嘅話，你病嘅次數淨係喺中冇費嗰一刻，而死亡人數嘅分別唔係太大，即係喺呢6個月嘅測試入邊，打 email 嘅大多數人都病2次，冇打 email 嘅有少量人病1次。當然你就要睇下係咪值得咯。好快咁帶大家睇下 email 嘅死亡事件，基本上比起上次6月嘅報告結果呢，依家9月已經有超過2倍嘅數字咯。上次嘅死亡人數大約有21000。依家已經去到45000，我哋依家就集中睇歐洲嘅 email 不良報告。Tosenameran 呢個就係復必泰喺歐洲嘅名。我哋可以睇到歲數嘅分佈，但係啲歲數分配得好奇怪。18歲至64歲根本就係大多數，而細路仔根本上好多都冇打到。不過值得留意就係第2行嘅性別，你會睇到女士嘅不良報告會多男士3倍。我哋之前留意到中冇費嘅機會率係男士高過女士，但係疫苗就正正相反。今次喺歐洲呢個數據就更加清楚列出咗每一種 email 嘅副作用，同埋有幾多係嚴重同唔嚴重。喺呢度嘅大多數都係一般嘅副作用，呢啲包括咗手痛、發燒、頭痛、
好出奇地，第二樣多竟然係神經系統問題。我諗輕微嘅係好難眨眼啊，手指控制唔到啊，嚴重可能係面癱啊，半身殘廢啊，痙攣啊。你會發現淨係嚴重呢都有7萬多個。最離譜係啲專家仲未認呢樣嘢係關疫苗事啊，反而認咗血栓啊、心肌炎啊呢啲比較少出現嘅 case。同之前6個月報告比，呢個副作用列表真係分得清楚好多。你會睇到基本上係身體每一個器官都會影響到，有啲小題啲就係精神病啊咁咯。我哋亦都會睇到懷孕問題，佢呢度量睇落好似唔多，但係喺社會入邊懷孕嘅人都唔多喎，仲要睇懷孕第幾期打針，呢個都會影響啊。仲有我聽到好多人有月經問題，呢度都好似冇報道咁。好多人會問我點解有啲人打咗之後冇乜反應，有啲人就會影響得好大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，有啲人健康啲就可以冇咁容易受影響。另外就係每支針都有機會唔同分量，依家冇人好清楚入邊嘅成分，基本上可能係有啲高劑量，有啲低劑量，甚至有啲係安慰劑。點解要咁做呢？就係要令到有啲人覺得打咗冇乜事，去指責啲唔打嘅人咯。你可能會問，6個月報告邊夠啊？疫苗嘅效用起碼有1年噶嘛？好對唔住喎，事實係以色列打完第2針，過咗6個月之後呢，就已經到期，咁都 OK 啊，每6個月打一針啫。亦都好對唔住，打完第3針佢哋發現啲抗體唔夠高，所以以色列依家打緊第4針。照常理咁計，每年呢就要打4針。究竟啲人可以玩俄羅斯輪盤可以玩到幾多次呢？公開資訊只係講到 email 有4種材料 mRNA 指令，有脂質保護住 mRNA， 有鹽水同埋糖分。呢啲聽落全部都係人體本身自己有嘅嘢嚟嘅。但係呢位 Robert Young 嘅博士，佢用咗最普通嘅光顯微鏡，就已經睇到3樣唔應該喺 email 入邊嘅嘢。由左邊第一樣數起，碳化石墨烯 Graphene Oxide， 呢樣係用碳造成嘅嘢，佢係用鉛筆入邊嗰啲深嘅物料造成，佢係有金屬嘅性質，可以用嚟傳電嘅，亦都可以發光。呢樣嘢已經係公認對人體有害，而 Google 強調係冇呢樣嘢喺 email 入邊，但係我哋喺一滴嘅 email 入邊已經揾到過千個類似咁嘅物體。第二樣我哋揾到嘅就係寄生蟲，呢隻絕對係對人體有害嘅寄生蟲嚟嘅，就係中間嘅呢幅相。第3樣佢揾到嘅就係尖尖地嘅不鏽鋼，而且我哋揾到嘅量都幾多下，絕對係會破壞人體嘅細胞。喺 email 入邊亦都揾到好多唔同種類嘅重金屬。喺呢度我順便講埋我對 5G 嘅睇法。5G 的確係比 4G 喺更加危險嘅頻道。有啲人傳到佢哋會用 5G 嚟去幫人洗腦，或者用 5G 嚟去追蹤打咗疫苗嘅人。我唔否定有呢個可能性，但係如果佢想洗腦呢，我覺得佢已經用咗最有效嘅方式，就係媒體。如果佢想追蹤一個人，佢用電話已經足夠有餘。而如果佢想殺人呢，我會覺得佢打夠唔知幾多針快過用 5G 殺人。所以暫時我唔會將呢兩樣嘢聯繫住先。好啦，我又繼續介紹 Project Veritas。上次我講過關於佢爆咗 Facebook， 佢哋會將用家嘅懷疑 email 嚟當作計分，之後將佢哋嘅留言減低曝光率。今次佢哋用咗間諜記者嚟去訪問輝瑞入邊嘅科學家。第一個確定咗，如果你已經中咗武肺，已經有抗體啦，你個保護力仲好過打 email。第二個科學家就話 email 公司會將嗰啲有效藥推埋一邊，令到個個要打 email。佢覺得佢自己係一間邪惡公司打緊工，所有嘢都係講利潤。第三個科學家就話佢上咗好多堂，話你唔可以講呢樣講嗰樣，唔可以喺公眾場合講。詳情自己去睇翻嗰集咯。Project Veritas 又做多咗一集，有個輝瑞員工喺內部文件度揾到啲高層嘅 email， 今次真係 email。寫呢個 email 嘅係叫 Vanessa Gelman， 佢係輝瑞嘅全球研究高級總監。佢講到，我唔希望用到下邊黃色嗰句，一種或者多種嘅起源可以追蹤到人類嬰胎組織嘅細胞系，用咗喺同 email 計劃相關嘅實驗室測試。雖然呢個係事實，但係佢都唔想俾公眾知道，因為咁樣啲人就唔可以用宗教原因嚟去拒絕 email。記住呢度唔係講緊佢用嬰胎嘅細胞打入去你度，而係攞嬰胎嘅細胞系嚟做實驗。喺呢條片出咗之後， Vanessa Gelman 已經將佢個 LinkedIn account 洗咗咯，佢都知道大鑊咯。今集主要講科學，所以我唔會糾纏喺聖經入邊。但係太多人問我 email 係咪啟示錄嘅獸印啊？喺唔同時代都有對獸印嘅唔同嘅解釋。之前都有講過信用卡或者晶片，依家又講到 email。我想問點解係呢個而唔係嗰個嘅？可能之後幾年又會有唔同嘅解釋。睇啟示錄同睇其他任何嘅書本一樣，我會假設個作者同埋原本嘅讀者係明白佢哋講緊嘅嘢。
只係對於現代讀家嚟講係有困難去理解。對於當時嘅奴隸，喺佢哋嘅右手或者額頭上面會打個印，呢個係代表佢屬於主人嘅象徵。喺呢度講緊屬於魔鬼嘅指紋係有呢個獸印嚟去做象徵嘅，就係因為奴隸已經係一個商品，佢哋係冇權去買同賣。當你個主人係魔鬼嘅話呢，你自然就會有獸印，即係代表魔鬼嘅奴隸。首先話俾大家聽，我係冇收過任何廣告費，但係我喺網上收到資料話呢隻掃毒組嘅份量係適合打咗 email 之後用嘅。佢要每日食16粒，維持1個月。如果保健每日2粒就夠。首先介紹 NAC 先，係一種氨基酸嚟嘅，主要功效係排毒嘅，特別可以將身體入邊嘅重金屬排走。NAC 係製造谷胱甘肽嘅其中一個元素。如果想知道多啲嘅話呢，可以去偏方小百科度揾谷胱甘肽。我通常唔會建議人食藥丸嘅，如果可以喺食物度補充到嘅話。NAC 可以喺豬肉、雞肉、牛肉、吞拿魚、蛋同埋瑞士芝士。唔中意食肉嘅話呢，可以食麥皮、扁豆、低脂酸奶、紅蘿蔔或者香菇。第二樣就係鋅，佢係會增加你嘅抵抗力，幫助荷爾蒙調整。好多肉類其實都有鋅噶。維他命 D 呢個係一個血嘅荷爾蒙嚟噶。之前有人問 D2 同 D3 有咩分別，我聽講 D2 係要醫生出字先可以買到，但係其實 D3 先更加容易俾身體吸收到，所以平時你買到嘅都係 D3。香港大約有70%人都係缺維他命 D 噶。當你發現自己容易病、頭痛、感冒、容易失眠、腰酸骨痛，好大機會係缺維他命 D。有一個好簡單嘅測試呢，就係撳一撳你心口入邊嘅骨，如果你撳落去係痛嘅話呢，我會建議你起碼食1萬 IU 以上，特別係年紀大嗰啲呢，身體製造維他命 D 係有困難嘅。網上會有人話每日曬太陽曬15至20分鐘就夠，佢哋係用白人嚟去量度噶。對於黃皮膚嘅人嚟講，喺太陽下邊吸收維他命 D 係有困難嘅。我身邊都識好多人係每日食緊1萬 IU 啊。而藥廠通常會賣1000或者幾百呢，就係令你覺得維他命 D 冇乜效。我見過醫生去醫癌症或者武肺呢，佢哋會用到10萬 IU 咁高噶，但係一次性之後都會維持翻每日1萬 IU。通常佢哋會配鈣片嚟去加維他命 D 嘅。我聽講過，只要你個維他命 D 夠高嘅話呢，就唔需要食鈣片啊，因為好多食物都有鈣。之後就係維他命 C 啊，佢係幫助消化功能，幫助吸收鋅同埋鐵質。喺呢度建議2克。我有聽講過有人會用更高劑量去醫癌症，會用到10克咁高。維他命 C 嘅食物包括有蔬菜同水果。下一樣就係槲皮素，佢有另一個名叫做洋蔥素，都係幫助消化系統嘅。通常會配埋鋅一齊食。洋蔥素嘅食物包括有好多生果、洋蔥、黑茶同綠茶、紅酒。下一樣就係芒草酸，呢樣係喺松針茶揾到嘅成分嚟嘅，通常係會用嚟醫感冒嘅。最後就係螺旋藻提取物，係一樣藻類揾到嘅食品，有好多好高營養喺入邊，包括有蛋白質、鐵質、維他命 B， 會減低壞嘅膽固醇嘅，同埋幫助細胞生長。以上好多藥呢，其實喺中醫嚟講都係比較涼啊。食呢隻藥之前最好飲薑茶或者食多啲薑，咁樣可以辟寒。之前網上有傳 email 可以傳染人，其實啲病症都離唔開缺維他命 D 同鋅，所以平時補充開鋅、維他命 D、維他命 C 同洋蔥素嘅都唔使擔心，無需要防備啲打咗針嘅人，因為我好肯定大家係避唔到啊。而我相信你本身身體係唔夠抵抗力，外來嘅病毒入侵先有機。如果身體足夠營養，就唔需要過於擔心。另外好多人問我 BB 仔同埋細路仔點樣去食呢啲藥啊？通常藥物都係會用重量嚟去計噶，佢會當大人嘅重量係60 kg 度，你自己用重量嚟去計翻適合嘅劑量。通常細路仔嘅抵抗力都會比較高啊，同埋製造維他命 D 嘅能力都會比較高，所以有病時食維他命 C 同 D 已經夠噶啦。平時就帶佢哋多啲出去曬太陽咯。首先我再強調一次，我唔係醫生，以下呢啲資料都係我呢幾個月研究出嚟嘅結果，請唔好當我講過任何嘢當做真理。而且每個人嘅體質都唔同，有啲人受到某啲嘅食物，有啲人食唔到。最重要係聽自己嘅身體去點樣回應。經過呢幾個月嘅研究，同埋我自己嘅親身經歷，我相信人體嘅回復能力係超強。有啲醫生同博士會話，打咗疫苗之後呢，你條命淨係可以活得幾多年。暫時嚟講，我唔會有呢啲咁嘅結論，因為好多人可能都好健康，可以將嗰啲毒素排出嚟。只要身體吸收到豐富嘅營養，身體唔同嘅地方都可以自我修補到。但我哋身邊太多慢性毒藥，呢啲會減慢我哋身體嘅回復能力。所以首先，如果你想醫病嘅話呢，第一樣就係要戒人工食品同埋糖分。
咩麵包啊、蛋糕啊同埋珍珠奶茶啊，必定唔可以飲食。香港大約有70%人係缺維他命 D 嘅，好多人對食物敏感都係因為佢缺維他命 D 啊。所以如果你將你嘅維他命 D 水平提高嘅話呢，自然就可以食多啲有營養嘅嘢。醫病最重要係留意自己嘅腸胃，最重要你嘅目的係要令到你嘅大便好似香蕉咁樣嘅形狀，而且日日都去到。不過大家要留意一下，你嘅飲食習慣唔可以改變得太多，你個胃係要有時間去習慣。所以我都唔會講咩份量係適合你。首先我會將啲食物分為2大類，咁樣分法係我自己諗出嚟嘅，所以可能會有錯。吸收同營養要有平等。當你個消化系統強嗰陣時，就可以吸收到好多唔同嘅營養。但係當你嘅消化系統唔夠好嗰陣時咧，啲營養就會變成毒素噶。所以食太多有營養嘅嘢唔代表好噶。首先要注重你嘅消化系統。我會將幫助吸收嘅食物分為4種。第一樣最重要就係香料，有生薑、蒜頭、洋蔥、辣椒，當然唔單止咁多咯。但係以我個經歷，生薑同埋蒜頭會幫助你暖胃，喺肚屙嗰陣你要食多啲啊。但係過量都會令到你身體燥啊。第二樣就係益生菌食品，有泡菜、葉菜、奶酪、腐乳，呢啲都會幫助消化、排毒功效。如果有皮膚病都可以試下，但係食得太多都會反胃、肚脹、肚屙、營養不良。下一樣就係纖維，包括有蔬菜、水果、麥片、米飯，佢可以減低糖分同埋膽固醇。食得太多或者太少都可能有便秘同埋有胃氣。通常飲水又唔夠，食得太多又會容易肚屙。下一樣就係鹽酸食品，第一樣有西芹汁、金桔、茶、蘋果醋，呢啲都係會幫助你吸收營養噶，特別係鋅。不過大家要小心，因為如果你有胃潰瘍嘅話，最好要避免。同埋呢啲係偏涼嘅，所以要加薑一齊飲。所以你會明白中國人嘅薑醋係幾咁有益啦。之後就係肉類啊，有雞、牛、豬、雞蛋同魚，佢哋都係好多鋅、蛋白質、鈣質。通常你缺營養唔係因為你食得肉唔夠，而係因為你吸收唔到。之後就係內臟湯，內臟有超高嘅營養，好多唔同嘅維他命。通常用湯煲佢咧，就會更加容易令你吸收。可以考慮豬心、豬肝同雞心，仲有其他中藥湯，紅棗、淮山、蓮子、慈實，呢啲都會令你更加容易吸收。不過更加重要嘅就係大家記得唔好食得太飽，7成飽已經好足夠。通常減少你自己啲飯，食多啲肉同菜就已經增加你嘅營養。最尾就係排毒，唔單止過分嘅營養會令你有毒素，特別喺香港空氣污染都會令你有毒素，甚至你食開嘅西藥都有機會有毒素。所以排毒好重要。可以飲涼茶、山藥、蓮藕、NAC。排毒唔係淨係得呢啲方法，有啲人唔會浸腳，好多唔同方法你可以自己研究咯。之後要注重嘅就係適量運動，運動出汗會幫助你排毒，又會幫助你吸收食物，之後仲會令你更加容易瞓覺。足夠睡眠，我聽過好多睡眠嘅問題都同維他命 D 有關。中醫有話過，如果11點都未瞓着嘅話，就會大傷膽氣。最後尾樣嘢就係保持心靈開朗。有一句口頭禪就係藥療不如食療，食療不如心療。喺呢個咁惡劣嘅世界入邊，正正係挑戰緊你嘅價值觀。究竟係錢重要啲啊，定係你嘅健康呢？當你識得去放低多餘唔重要嘅嘢嗰陣時，自然就會減少你嘅憂慮，可以集中喺真正重要嘅事入邊。常常保持一種活得一日就一日嘅心態，去珍惜每一刻。